继续来看这件，这是中华警方执行着暑假青春专案，临检着 KTV， 看是毋是有未成年的半大人囡仔，到深夜12点啊，还阁毋转去。结果伫个园林一间 KTV 的包厢，抓到一个未成年才7个月大的红婴仔。原来是伊20岁妈妈带伊做伙去唱歌，这个包厢内底阁有人咧搏分。原警是看到真唔甘哦，请妈妈莫阁唱啊，赶紧甲囡仔带转去。想袂到这个妈妈竟然甲警察硬讲，阁唱一个才要走。中华警方执行暑假青春专案，去园林这间 KTV 临检，看讲敢有未成年的人，结果一个入房间发现一个未成年的，而且敢若7个月大。不过这么小的小朋友不要在这种密闭空间抽烟，抽烟对小朋友的气管不好。好，那包厢那我把他带过来。他妈妈有来吗？有啊，我把他带。好，妈妈有来。然后这个小姐抱条咧，真古锥，佮对园警一直笑。大人伫房间内底唱歌，佮食薰，对囡仔健康会有真大影响。园警看了后真唔甘，现场一直问讲因老母、因老爸呢，拢伫现场，而且真少年，敢若20几岁。只有他未满18岁。我也未满。未满18岁不可以在这边，要带回去。好，他不要回去了。园警真好声扫，请少年的老爸老母莫阁唱啊，赶紧带这个7个月大的囡仔转去。这个做老母的甲因讲，阁唱一个就会走，互警方害头。另外，方案的警方伫当地 KTV 临检的时候，发现有囡仔对厝内人半暝伫 KTV 里唱歌，囡仔做伙唱歌毋是袂当，要过爱看时间，半暝12点以后，未满18岁就袂当阁停留伫个5日场所，更加何况是幼儿啊。Hello， 我是林纯佩。想要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或是体坛动态吗？赶快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